咗 JR Pass， 所以想去多啲地方。第一次去名古屋機場，坐車出發咯！過咗馬路就係奈良公園，估唔到行公園要上山，上山嘅路途有好多小石，建議大家着比較厚底嘅鞋。不過奈良公園真係好多鹿仔，仲有唔同嘅寺廟，但建議都係唔好行太近，唔係會俾小鹿踢親。春日大社仲有小鹿御神籤，同啲鹿仔一樣咁可愛。我哋逗留咗一陣，就去參觀其他寺廟。回程嘅時候發現奈良車站其實都好靚。第二日行程係神戶麵包超人博物館，只要跟住指示就可以去到博物館。第一次去都唔怕會迷路。原本以為自己已經好早嚟到，冇諗過其他媽媽就已經早排晒長龍。小朋友入場嘅時候仲有玩具送俾你哋。因為咁啱係萬聖節，所以表演係以萬聖節為主題，連小勞作都有萬聖節嘅。最後揀咗一個小妹嘅麵包，同埋小妹嘅爆谷糖。